下掠互逐个囡仔看啊。像我即摆相片，这就是一只田呢吼，我才有模型。啊，田呢伊伫天顶飞诶时阵动作足紧诶，吼，所以你无法度观察到伊诶舌骨啦、伊诶目睭啊，吼，甚至讲伊诶骹是啥物感觉，吼，所以就会去掠落来，互因会当详细看。啊，看诶过程当中，就会当观察伊诶色水啊，还是讲看伊诶形体，还是讲伊目睭像伊咧飞诶时阵，你根本看袂到目睭啥物色。啊，掠落来你就会发现伊目睭其实无共角度，嘛有无共诶色安尼。哦，啊，看了囡仔人上食去互大人骂，就是手足侪嘛爱黑白蒙。吼，啊，这其实就是咱人诶本性啦，就是你看到物件，你看到以后，你就想要用其他诶感官去试嘛。啊，所以蒙，我感觉是第二个，因每一个人会想要做诶。啊，当然你会惊，你就毋敢蒙啦。吼，啊，所以就是互大家去蒙看觅。啊，当然就是爱甲因教讲安怎蒙，就是头拄讲诶，袂伤害着迄只动物嘛，袂伤害着家己。安尼，啊，像这是咧帮一只迄个张吉，倒边是张吉，啊，正边这我袂记啊，这详细啊，看袂着。就是互因咧观察的时阵，会当去用接触的方式去感觉讲这个动物甲伊想的，甲有共款。比如讲咱看迄四脚，也是看张吉，可能就会感觉讲，你感觉伊会冰冰，还是淡淡。啊，毋过其实你有当摸起来其实是袂。啊，像这就会当互你的感觉，佮有一寡无共款的想法安尼。啊，刷来就是听声，恁会当听看觅，我这有声哦。头拄迄就是姜仔的声。那像有人伫遐画，啊嘛有淡薄仔先狗咧叫，迄就是姜仔的声。啊，有当暗时暗头爬山拢会有惊着。啊，第二个无听着，我遮调较大声，能够好。歹势，因为吼，你这是放野，你分享，你若迄个时阵是分享规个电脑的画面，啊，放野声音就无法度出来。啊，若该分享即个放野尔吼，就有声，嘿，啊无。我是干那用即个迄个干薄软体啦。要紧，这可能详细声，啊，反正就是要紧，恁无听着无遐重要啊，就是这是要互囡仔听青蛙的声啦，还是讲鸟夹啊，还是孤黄的声。啊，你就是咧活动的时阵，有当啊无法度讲你想要互因听就听着，所以阮会搭迄种 Bluetooth 的迄种喇叭，啊，我就甲声音准备好势。啊，比如讲带因去一个较恬静，还是较暗的所在，尤其有一寡所在有崩空的，迄就足适合的。啊，就伫内底放互因听，啊，就互因知影，就是咱除了用看的，还是用看去找物件以外，嘛咱用听去找物件。啊，这是咱接触自然嘛最重要的，就是像阮，比如讲，阮拍片有当啊翕一寡会叫的动物的时阵，就是爱听声去判断伊伫咧倒位。啊，刷来就是用片仔去片，这就是片看觅伊有啥物味，像咱身躯，歹势，咱身躯边做侪食物啊，还是一寡小动物，因身躯拢有一寡无啥相像的味。啊，迄种其实就甲蒙共款，就是你去片着了，你的记忆内底，你就会阁有另外一个对即个生物的迄个认捌甲记忆。啊，所以而且我发现一件足趣味的代志，就是尤其咧带囡仔的时阵吼，像咱大人，比如讲我挽一片姜仔叶，啊，大人通常会感觉迄芳芳，啊，毋过幼囡仔吼，就是无共年岁的囡仔，有当会发现讲迄个即个囡仔感觉芳，即个囡仔感觉臭，无共款的年纪有当会安尼。歹势，其实讲啊吼，有人讲要加长啦，
即马咱想讲先来有 Q&A 啊，毋过老师你来决定是讲先甲你的物件拢讲煞哦，也是讲先 Q&A 吼，你才来决定诶，我是提醒时间吼9:02嘿。这嘛是我今仔上紧张讲袂了诶代志。所以我嘛毋知呢。那你加丢吧。加场哦，看卖哦，加场我都毋知啥物时阵才会使哦。我看卖后壁佫有啥？后壁佫诚济呢。我即摆讲3/4。加场。好啦，无恁新闻问题啦，无可能有人9点要休困啊，明仔载爱上班。哦，我先看迄个有人问问题，因为伊是用即个我老的软体，所以我来甲伊讲一下。伊讲吼，有看到即个阿婷讲洗衫机的广告，啊，安怎控制讲即个尾啊拢会乖乖啊停伫遐，是安怎处理？嘿。迄叫啥物啊？迄个中午1点过咯，后一句安怎讲？讲破无价值。对，其实无啥物美感啦，就是动物有物件食诶时阵伊就袂走去啊，所以阮就是伫迄杯啊边啊，甲伊抹一寡甜甜诶物件，啊，甲伊放去顶悬。啊，伊若是有感受到伊开始输以后，伊就无遐紧就走去。就是安尼。啊，迄台洗衫机咧，伊无咧叮当啊，伊咧拍广告诶时阵无咧叮当，所以伊绝对袂飞去。安尼。阿定会使看有人举手，该画一个名。手哦，我即摆咧看迄个老话讲，洗衫机骗人，无广告拢骗人诶啦。哦，大家爱知影广告爱家己判断。迄毋若尾也袂飞去，迄个洗衫机顶面迄杯茶嘛拢无咧叮当。好，迄个机电有举手对吧？老师，请教你哈，你今仔日一直在讲小改，我听不太懂，是毋是介绍啊？那个北部甲南部的腔口无共款？对，小改就是介绍啦，啊，毋过这毋是南部北部呢，这嘛是怎讲啊？这颠倒是因为阮介绍是华语翻过的，小改才是原本台语的讲法。对，所以我就是毋知是当时。可能嘛是去人讲，还是去听到诶，吼啊，所以后来知影即因关系了，就较接讲小改。哦，好，了解，谢谢。啊，其实我今仔日本来要讲诶，后壁嘛是有一寡，就是甲迄种南部腔、北部腔，还是即寡趣味诶代志。啊，毋过这可能就若佫有机会甲大家分享。啊，佫有啥物？了解，谢谢。米刷锅米刷嘿，米刷请讲。可能无说你举手诶，你举真久嘿。大家讲佫有啥物问题想要讨论呢？老师，我要请教你哈，你拄有讲到迄个土芳哈，土芳迄是毋是迄种鸳鸯芳？亲像啥迄厝尾顶有当时有一寡安尼，敢若鸳，咱来讲迄个是鸳鸯土。对，迄种叫鸳鸯芳对。你讲诶迄种诶是较爱伫迄种土角厝，还是伫壁角做寿诶迄种？啊，迄种就是以早就有名，就叫鸳鸯芳。啊，我拄仔翕诶迄种是伊诶正土诶，啊，所以有人叫伊土芳。啊，毋过土芳就是伊个毋若咧讲一种物件啦。所以这是即马，就是这嘛是我后壁会甲大家讨论诶，就是讲有一寡迄个自然诶因素，还是生物诶因素，就是咱可能爱去参考即马，就是科学诶分类，还是啥物货，当去佫家己做较有路诶去做一寡差别出来。
因为像土芳吼，有的人会讲，迄个咱台湾有一种上界大只的虎头芳，因的树是做伫咧土底，迄种嘛人叫土芳。啊，他拄啊即种会种土做树，啊去掠虫钱诶内底的即种嘛人叫土芳。啊，甚至有一寡是像你讲鸳鸯芳，鸳鸯芳伊嘛是会揢土来做树，啊是讲伊会去乌迄个土角厝。啊，即种嘛有人会甲伊讲做土芳，所以无遐尼明确。啊，甚至讲咱蜜芳，咱台湾有迄个东洋芳甲西洋芳，毋知大家知无？就是咱一般买的迄种芳蜜，拢是西洋芳做的较济。啊，毋过咱原生有一种叫做迄个东洋芳的，即种嘛有人饲芳的人叫做迄个土芳。啊，我想伊可能是讲土芳啦，就是本土的土迄种意思。啊，所以即个分类内底芳吼，佫有足济，可以当佫较较幼的去做分类。嘿，啊，泥胡蜂佫有泥胡蜂，我有查着，头拄仔有人拍哩吼，泥胡蜂有人讲叫土控芳，还是土空芳，就是有人安尼写啦。啊，毋过我感觉伊可能伊会当佫有佫较明确的，就是泥胡蜂伊会做一个，我有一个模型，想看哪里的，大家晚安，我有看你订你的节目，我要先困啦。哦，好，多谢你。啊，这就是头拄仔讲着迄种泥胡蜂伊做的图，像一个翁啊，这是模型啦。啊，所以我感觉伊应该佫会当佫有佫较下即个行为的名，好，头拄仔迄像啊，头拄仔像，头拄仔迄囡仔是像，头拄仔无看到伊的画面。好，啊，当佫有找无台语名要安怎称呼？哦，这我就是头拄仔嘛有想要甲大家讨论的啦吼，就是找无台语名，还是讲咱已经去查无伊在来的名的时阵，会当有几种方式，一种就是按伊的英文名，还是伊的日语名，去做翻译，还是讲，佫有一个就是咱用伊的行为、伊的外表，还是伊的学名，每一种动物拢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学名嘛，学名内底有当会藏一寡迄种甲伊即个动物有关的物件，所以就是会当用遮去创新的事，像迄个最近即几冬我有一寡朋友咧做芳的研究的，因为芳内底有社会性的，甲华语叫独居性的，就是后来阮就甲因咧做这叫独居风，啊，我就是有一届活动内底甲迄个参与的大人囡仔做伙想一个名叫做高徛芳，迄阵我就是独居风，我一直想要甲伊号一个较下台语的逻辑的名，啊，迄阵就想到迄种独居要安怎翻做台语，啊，就去想几个事，啊，逐个来选，感觉较好读的，也是较顺的，啊，像即种物件，有当咱就是爱用各行各业去用因家己的专业，啊，去用下台语的逻辑的方式去创发新的事，安尼。后来我甲伊叫高徛芳着。啊，学名吼，逐个头拄仔有人讲学名敢有台语，其实学名伊就是一种用拉丁文写的，迄个有人讲真名吼，总名，迄个名就是用迄个毋是用迄个拉丁文写，迄个叫学名。除了即个以外，无论是伊用英文名、日语名、台语名、华语名啥物诶，这拢是咱讲诶俗名、俗名，就是咱讲迄个学名，就是伊诶，干那迄个拉丁诶，迄个，迄个是全世界通用诶。你无论你今仔甲一个德国人，还是甲一个
菲律宾人。你咧讲到即个物种，你摕伊个学名出来，大家都袂去叮当吼。啊，毋过每一种语言对伊个名拢是一种俗名，所以其实咱台语你要安怎甲号拢是会使，拢是 OK， 就是看大家有要继续用无，还是伊会摊较开诶，做侪人用无安尼，主要是安尼。啊，过来是要哪报名，这会当去厝家讲台语诶粉专，吼，阮会甲消息风声打在顶悬。啊，后届读册会连结，等下请主办帮忙回答一下。啊，过来就是咧做客语、原名语诶时阵，这其实甲台语共款，就是阮会去查伊诶原底敢有即个因即个语言诶名，好像其实这嘛真趣味啦，就是本土语言内底拢共款，就是会当食诶、有毒诶、会当卖钱诶，伊就会有名。吼啊，离咱生活愈远诶，伊可能就愈无机会本地就有名。啊，所以若是有名，就是会用因本地咧讲诶迄个词去用。啊，若无就是用华语，还是用伊诶迄个外来语来去做翻译，这拢有可能。啊，像买药啊，斑蝶哦，伊这就爱一种去掠出来去想伊名，还是去翻译。啊，像即马，因为若是要做这个事工，会当较系统性的，就是比如讲斑蝶啊即类的，伊有做侪种做性的，咱会当一届做伙想，安尼会当有较有一个系统性安尼。啊，这拢是怎讲？这拢是需要有人去做啦。啊，当然做了拢会有人有意见。啊，毋过即种物件就是有人做啊，有创新啊，有比较啊，最后伊就会留落来嘛。吼啊，就是语言还是文字拢爱安尼一直翻新，伊才有法度去生团去活落去安尼。这是我的想法啦。大部分的动物的俗名查的网站，其实即马台语的我有看过一个线顶的 Excel， 啊，毋过迄我毋知影是啥个，啊嘛毋是讲全部拢有啦。啊，其他的网站其实无人专门咧做这，我家己私底下偷偷有咧慢慢做，啊，毋过就是足慢的安尼。哦，才有一个连结。哦，对，就是即个，啊，这我嘛想要知影是啥个，这是负责的人毋知是啥，因为有诶物件想要讨论，还是想要创啥，毋知要找啥。我见啊，这我才过来研究。佫有无讲？大家佫有问题？野手的人会使直接讲，咱就不爱点名。你野手你就开麦系直接讲。阿丁，拄仔你有咧介绍你出版品迄本册，当搁翕迄个封面互我看者无？我想要知影书名。台湾动物来唱歌。好，多谢。好，啊，若是有人有问题，当直接讲哦。咱问台湾动物来唱歌，敢会有第二集？啊，拄仔讲好莫问诶，有啦，咧拍拼，咧拍拼。我拄仔看影着，欧妈妈遐有另外一个心态是读册会吗？我小可好奇。啥物件？我妈妈喏。你拄仔咧写讲你最近，还是讲你有后来有咧做诶代志诶时阵，我看到有一个敢若是欧妈妈诶读册会。哦，我妈妈迄是迄个亲子会，就是因伫咧热天会办类似夏令营，啊，毋过是亲子拢爱去诶迄种。啊，有当时因会找我去带其中诶生态活动安尼。啊，每一档无一定啊，就是看因排诶迄个内容。安尼，迄毋是线顶诶读册会，迄是活动，嘿。好，我有问题，毋知有听到声无？有。有哈，好，那个张老师甲你请问哈，你迄个亲子团是你办诶？敢是？对。就是
若要报亲子团，它有啥物方式会当知影恁的活动信息？这是头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拄则有一个先生有讲过，但是我听无清楚伊咧讲啥，歹势。就是后盖的读书会连结，要安怎知影？嘿，我要，甲你请教的是即两个问题，应该是你分享的，应该是头一个问题，就是亲子团的迄报名的信息要安怎取得？好，感谢。亲子团，我主要拢是搭伫面册，就是 Facebook， 我的专业叫做出外讲台语，伫迄。应该是1月、2月遐会有后一期的迄种活动的报名。即马即期有一寡班是阁有机会当来，毋过我爱找连结，就是伫我的专业内底，迄阵几岁我袂记啊，我找一下哦。头拄仔第二个问题是后摆的活动，咱迄个故宫里即个开会内底，会当找啥呢？还是讲咱即个对话框仔内底有送信息的，你会当找看觅。就是会使来我的名册，来我的名册，你若要问阿婷后一摆，也是讲你想要参加，拢通好私信，互我。我拢看你的需求是啥，需要的信息是啥，我甲我的即个名册、即个连结，我嘛放伫开讲室，好，感谢你，应该是讲啊足清楚，但是我无足了解，就是我是头一届起来参加读书会，但是即个连结是我的另外就是阮学校的同事分享的，所以我要甲你请教你的。名册的名称是啥物？我起来看。我有答，我即摆有答伫通讯的信息，你著入来，你著会使看到我本人，你著私信，安尼我著甲你详细的解说，若时间留互阿婷，好，感谢。好，你敢看会到？出外讲台语。好，大家阁有啥物问题无？若是有问题，咱直接讲。是有人举手，毋过我毋知这是。可能是拄则白记放的。若讲举手，你著开麦著讲话，著问问题就好，我真感恩迄个阿丁老师即摆讲话啦吼，因为我是地质方面的，嘛是迄个面对着即个台语的问题。所以讲我感觉今日甲我足侪感想的，就是讲就是认真拍拼，甲伊继续翻译落去。伊一寡因为这语言确实有足侪变化，而且佫是外国的知识，安尼甲翻做台语是无简单。所以讲，我感觉阿丁感恩啊感恩，袂啦，咱做伙拍拼。我对地质即摆嘛做有兴趣，讲真诶。毋过以早读册时无遐济，毋过即2冬较有兴趣。像我桌顶就有一寡矿物，这水晶，我放伫桌仔顶。介水诶！对啊，台湾做侪好耍诶物件，毋过以早拢毋知。因为那个褶皱啊，或者说是断层，这都就歹翻译啊。对其实就是咱用咱诶，怎讲？咱诶专长去想看觅安那较下台语诶迄种用法，落去甲想一个新诶，想了你著甲用了就对啊。因为大家有当可能会惊人
惊人挑战，听人讲。啊，毋过我感觉迄是健康的啦，因为若是有人注意到，表示就会讨论嘛。会讨论就是互相吐槽求进步啊，无永远嘛拢无遮个物件通好用。我嘛是感觉讲，即马因为台语的亲子的部分是上界赞的解决方法。我本身是嘛是导游一个，啊，所以讲我感觉阿伯就是做即个亲子的导游，啊，甲伊换做台语的部分来做介绍。而且你头教阮几啊个绝招，就是绝对爱看囡仔，而且讲因听有诶，迄大人莫插伊就对啊。而且佫有一件代志啦，就是因为我带大部分就是呛明的，就是讲这是亲子团嘛。啊，所以通常我讲话无看大人是袂有意见，伊嘛会足欢喜。啊，毋过你若是带一般团，啊，毋过大人囡仔的比例，迄著爱看你现场的迄种，你爱去判断，因为我较无爱足接大人团，就是因为有当啊话大人我嘛是应付袂来啊。就是人百款，啊有当啊，比如讲你倒位讲一下无合伊的意，就安怎迄种，这就是这嘛是我爱甲恁学的所在啦，因为恁可能接受的人佫较无共款。咱佫有其他的问题，还是要开讲的？哦，咱请讲。无啦，是讲我若佫开一届，我后壁的物件可能我著该佫去掠其他的物件来讲啊。啊无我吐袂到1点钟，其他讲无了的所在。你头要讲啥？敢有人搁要来问问题？开麦直接讲哦。他拄啊，迄个Excel 台语的昆堂迄个 Excel 档案当佫搭一摆连接咯，因为迄个我感觉即边我看无。哦，有分享啊。感恩吼。安尼，感谢大家来听即个阿婷讲的即个带头吼心态的即个行打吼啊，咱期待佫有后一摆吼第二集若后壁内容就爱拜托阿婷佫看有啥物要互咱知影的吼要紧的安尼咱就感谢阿婷来甲咱分享，期待佫有后一摆。大家拍破啊吼，多谢。安尼咱就今仔活动就到遮吼。若有啥物问题，这就是会当有爱面册吼，就问使问我私信吼，要问看你要问啥物问题是阿婷的活动，还是讲达到吼，即个心态读册会拢想要来毋过来可能时间嘛爱分享一下就变讲你嘛会使讲1点钟安尼吼，安尼拢会使问我吼，安尼若无其他的问题，咱活动就到遮安，多谢，多谢大家。安，多谢大家。安尼我就甲回信，我可能毋知有关的款项无，大家，没有离开，阮即个已经是开放的，对。若是大家佫有要讲啥的，我搁伫遮吼。谢谢老师。老师要问啊，就是讲，有个人想讲伊对鸟啊真有趣味，伊家己号名，毋过伊号的名变做讲，敢莫注明讲这是我家己号的，毋是再来嘛，无啥物资料，也是讲即个名其实大家当接受，你就用即个名，毋免讲这名我号的，这名毋是我号的，嘿。这个问题这我嘛毋知呢，就是
因为即马有一寡幼稚吼，有咧整理一寡，比如讲伫文献，还是伫迄一寡前辈、一寡先辈，因有整理诶迄种出版品内底，甲迄本地有咧用诶名掠出来。啊，毋过掠出来了后，遮内底诶名有当仔嘛有问题啦。比如讲有诶是已经无下用啊，吼迄可能咱就会甲伊裁掉，甲伊放弃。啊，比如讲像你讲诶，就是你若要想新诶名。其实嘛是有安尼诶人啦，就是伫无共诶语言内底拢有，就是像比如讲台语、客语，我知影诶，有一寡前辈有咧做即种代志，啊，毋过就是你敢要讲迄是你想诶，就是变成看，这可能真正看人啦，啊，到底要对咧用无？我是感觉讲，就是像头拄仔讲诶安尼，就是伊若是。好讲啊，对即个生物伊诶怎讲，就是伊号诶名有理啊，而且甲台语诶逻辑有合啊，佮甲伊诶无论是生态、伊诶行为，还是讲伊诶外表有关系啊，逐个感觉好用就会当继续用安尼。我感觉这就是台语会当佮一直佮留迄个怎讲？算一种进化啦，就是咱甲遮个事佮甲一直补充起去。啊，当然若是有个人一直，比如讲，你要问的可能是像迄种类似，有个人会去申请一寡专利，还是一寡商标，啊，签足济啊，无爱互用，安尼啊，要讲迄拢是伊。啊，毋过我感觉迄我着无啥物较怎讲，较无要紧要甲人去讲迄啦，就是因为迄若是有人要坚持讲迄是伊创诶，啊无要互逐个用，安尼伊创这要创啥我毋知影咧，啊是讲伊就是要讲家己足厉害安尼，啊我是较毋知影即种，嘛是看逐个感觉安怎处理啦，我就是感觉讲若是好用就甲起来用安尼，这就是一种流通诶物件嘛。多谢。其实我想要问，因为咧讲着号名，咱诶迄当阵我用，我是伟君啊，我是想要问讲，就是因为阮其实是台语生态读册会嘛，啊，毋过生态即个词其实是咱即马搁用华语翻过的，伊其实伫台语诶词典，若是甲旧诶词典，其实无即个对应诶词。我小可好奇，我若想要问讲。若要用一个甲台语的开口去讲生态即个词，还是即个概念，你会想到啥？我即摆无啥物想法呢，因为拢叫生态北去啊。是毋是？对啊。因为我即摆后来接触愈来愈侪，就是做一寡台语的事工的人以后，我会想要去找迄种甲台语的讲法的时阵，我就发现讲啊，原本用的迄个物件，你想要搁去改名，想要安怎去创一个搁较符合即个迄个意思的词的时阵，感觉足困难的。对啊。对，啊，毋过因为伊嘛是科学咧发展去用新发明的词啦，就是伫咧英文内底，就是即个 ecology 还是 ecosystem 这感觉起来，伊这字嘛是倒出来的，所以可能，毕竟以早的人，伊可能就袂有即种观念，还是去对应的再来的词。就是有一寡甲科学甲学科有关系的物件，有当仔落安尼。啊，所以若是要用较有台语开口的，我感觉这可能就爱去请问一寡先辈，啊，就是甲因讲即个词伊的代表的意义，啊，看因会当有啥物想法无？因为毕竟咱拢是无遐尼。讲白就是无年岁无遐大，啊，咱拢是食迄个迄种中华民国体制教育出来，所以有当仔话物件，讲实在，咱要去想一个做有台语开的，有当仔嘛无遐简单。了解，感谢你来分享。
我其实我迄阵是知影有即个读书会的时阵，就感觉做有兴趣，因为我进前拢毋知影有即种针对即种大自然的物件，逐个咧做讨论。因为我感觉佫有足侪物件，我嘛无熟悉，还是毋捌的。像进前有听着先捌咧分享迄种较在地文化迄种物件，我感觉迄个足趣味的。啊，毋过因为生活环境还是生活经验无到遐，所以就袂知影遮个代志。啊，毋过我嘛无想着遮紧就去用掠来分享，因为即个时间有当啊，因为厝里有囡仔，有当啊即个时间就是连要上线听都足困难，所以希望后壁佫有较侪机会来听。辛苦啊！拄仔有一个婴仔讲话，迄是一休，伊是咱即个读册会内底上细汉的，伊妈妈就带伊做伙来读册会，所以你嘛使带恁查某囝来哦。伊头拄有出现啊，伊头拄有伫我后壁那目标鬼走出来。伊嘛足爱讲话，所以伊都会出来甲大家拍招呼。哦，了解。恁无是啥？哦，好，无好了解。好，啊，敢佫有，大家佫有要讲啥？佫有10几个朋友呢。以我的经验，有一寡人可能就是关的无关，所以我无确定即摆是困去啊。是人对对啊，我等下无要唱歌啊吼，所以大家毋免佫留落来，我等下嘛要关掉哦。若是无问题。安尼才欢迎你后摆过来哦，后摆来分享，啊嘛会使来缀咱读册会做伙讨论啊。好，好，无问题。期待你的查某囝来甲阮做伙开讲。好哦，安尼要关起来哦，慢慢讲话哦。好，有机会佫来，莫讲上课啦，嘛是逐个互相学习，因为我嘛是当下伫即种对谈内底，当佫学着足侪物件。好，大家阿曼，再会。多谢。